澳門咧樓齡超過30年以上嘅大廈咧，約有5000棟，當中咧唔少其實都會存在住一啲電力啦、水管老化啦、滲漏或者係外牆失修等等一啲安全嘅問題。而儘管咧特區政府係多年嚟一直都好重視啦一啲都市更新嘅工作或者舊區重整嘅工作，咁然而唔少居民都反映咧，即使佢哋有意願去做，但係實際上咧喺開展重建啦或者大型樓宇嘅一啲大項目嘅維修嘅時候咧，都遇到唔少嘅困難嘅。一方面業權問題難於解決啦，或者係冇管理機關啦，有關嘅行政程序繁複需時，以致係業主難以負擔好高昂嘅重建或者維修費用，缺乏誘因等等咧，呢啲都係現實嘅問題，舉步維艱。咁社會亦都期望咧，政府喺未來有更多實際嘅工作同埋推動去支持佢哋做好呢方面嘅。咁喺3.5規劃嘅諮詢文本啦，都提出政府主導市場運作，因區制宜加快都市更新，但係關鍵係點樣落到實處。我哋認為咧，政府係必須從頂層設計開始啦，係整體部署，結合大型都更或者係微改造社區嘅一啲雙軌並行。除咗盡快去落實擴大置換房、暫住房或者一啲手上物業嘅使用範圍啦，亦都要減免咧舊樓一啲重建日價金等等，加大對都市更新同埋樓宇維修項目嘅支持力度，亦都要增加咧重建嘅誘因，持續美化使用。同時亦都好希望借住呢啲工程咧，俾本地嘅中小型建築業界同埋僱員可以參與其中嘅。請問行政長官閣下，政府啦今年或者下一個階段將會點樣有啲咩實質嘅政策措施，從法律、行政支援、資金等等各個方面係真正落實加力推進都市更新嘅工作，亦都要同居民咧同心營造安全宜居嘅社區咧。多謝。李正儀議員呢，主要關注法律啊、行政支援啊、資金方面嘅實質性嘅舉措。第一呢，係發揮政府嘅主導嘅作用，完善部門嘅職能，加強都市更新政策嘅頂層設計同埋統籌部署。第二呢，響城市體檢工作方面呢，希望建立都更規劃嘅模式，有序推進舊區樓宇樓齡結構現狀普查嘅摸底工作。另一方面呢，要調法修規，加快破解法律同埋制度性嘅障礙，為都市更新嘅工作提供更好嘅配套支持。持續檢視都市更新法律制度嘅執行情況，探討稅務優惠等措施，為都市更新提供更大嘅便利同埋誘因。響資金支援方面，特區政府正在推進樓宇維修基金行政法規同埋相關資助計劃嘅修訂工作，目標係擴大資助嘅範圍、項目範圍同埋金額，支持業主開展樓宇維修嘅工程。